大家炒幣有冇諗過用槓桿可以一夜致富？但其實風險大，免息用即刻爆倉。Binance 可俾你最高100倍槓桿，但到底點用先安全？首要貼士就係要學識分辨續倉同全倉模式。全倉係你戶口總金額都拉落去救倉，續倉就只用入果單位資金，輸極都有個止蝕。記住，新手必用續倉。開單時記得設定止盈止損，控制風險。唔好怕麻煩，1秒設定可能幫你慳返幾千蚊。用 Binance 訂單界面啲功能，預設好無同情景，自動化風險管理。唔信你睇，之前有人用 Binance 做 ETH 空單，短時間之內贏足454%回報，賺咗$7300。正因為有風險管理，先做到大贏家。想即刻試下？落下面專屬連結註冊 Binance， 仲有20%手續費減免，實戰同優惠一樣，唔好錯過。炒幣記得安全第一，贏就要有方法。